新住民吗？ Yes， 因为讲中文哈，没会谈哈佛哎。比你更多国语言了。刚刚我们妈妈讲说，因为她口水吃很多，因为你把你儿子的秘密讲出来了，你很准备很多个食材哦。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对方那么强啊，我把冰箱的都搬出来。对方是强在语言，所以还好。那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带到海外去。是，不说皮一定要养。哦，给我养啊，磨面子啊，劳动啊，头发皮不被你啊。对，那青菜煮煮啊，嘿，拜托呀。我看哈，弟呢，他们的肉有先打马杀鸡一下呢。你那个不要用了吗？那不要用太还可以给我们吗？还有什么不要的吗？90分钟。哎呦妹，90秒，我还要下班。90分钟嘅手都烧走了。你用咩先入口又先入口了哦。要不用买东西啊？不用动东西。给它弄个粥嘛。等一下我不用到油地都要你不。这个应该先熄火了，然后放。红糖应该冇。爆炸吗？应该冇东西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莊白跳。你們一檔歡喜又來錄樣哎，其實你不覺得我們每次錄影都很開心？真經動歡喜耶！因為大家堆人力，悄悄堆起來聲音嚟共用。係啊，講講看主持這個節目的優點係乜嘅？優點其實動到。做啲學到動到做菜嘅方式，哦，聽呢個認識動到，什麼呀？鄉親朋友，我講清楚哦。好，還有邊都可以福相啦。係啊，很有福相，見到已經虧啦。好啦，嚟小幾度叫滿意你嘅評審欣賞。提前嚟上分享到有邱玉涵、邱師傅。大家好，邱師傅你好，還有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陸師傅。讲真的，两位评审来录影，有没有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？有什么不一样改变吗？多多少少呀。真的吗？那麼不愛分數。對，最當然咧。真的。咩？但是你就要了解到，喺客家嘅食材啊、材料就用乜嘢變化樣嘢。其實有常識，你有學到一點，對不對？你會了解到嘅客家嘅挑擺進行啊、文化，係。邱師傅，我想你的收穫應該就是客語有進步了吧？哎，這是最大的進步。哦，真勁哦！啊，這句話是國語。最大的進步。最大的進步。我們希望你繼續進步下去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等一下給你提出菜。好，等一下你頭菜名吼，本邱師傅念看吼。哎呦！考驗一下，來打開來。哦。你係乜嘅？面腸嘅，哈不係？面腸。面腸。我來炒乜嘅？猜猜看。鹹脆炒面腸。哎，那這樣子不就是這樣嗎？這看起來是配料啊。哦，我們炒今日我哋炒嘅是係鹹菜炒麵蔥。好。就會兩個哈，這也是客家很經典的菜色啦。3號人嘅分享到給面慘水炸，是我們的新 Q 老亞敢有。哎呦！李妹姐，老亞跟鍾美，分錯組了吧？鍾美，好漂亮哦。哎呀，很漂亮。藍隊的結婚了，也要歡迎一下來。咱們今日東方儀哈，昨天放上到哈，出手哈，小尖尖哈，撈肉脆尖。好，歡迎。東南的其實你看到這種組合比較少看到是按鈕敢有老新 QQ 哈了，啊你用啥感情好冇？好，那會 Q 哈來咩？新 Q 黑下敢你冇？沒下敢，哎，會講行冇？當笑。哎，其實他們倆長得有點像哎，來看，有一些窮，有一些窮，GQ 就會有緣啦，有緣啦哈。啊，一個裡面嘅平常是要做料理冇？又還有嘛興趣冇？嗌新橋冇都冇下都嗌煮啦，啊新橋都冇下都幾煮啦。哦，啊，你覺得客家菜好吃嗎？好吃，真的哈。最好吃係哪一道菜？婆婆煮的菜。哦喲，今天的感情啊，
真的有这种媳妇，感情一定好。好，但是中美今天有压力了，因为你呆呆敢用来比赛，哦，对，一定要养着面子了呀。他们这样互相帮忙，应该是默契蛮够的。应该是，但是要站得有点开。好，给你比赛有心情吗？有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吼，紧紧动吼吼，哎，梁山吼，你看不出来系全熟哦。哎，他们是直嫂的关系，你梁山看起年龄动群呢。对啊，对，跟他动关系，比我不高兴。你的阿嫂，我系阿金，阿金，他的小孩子很爱阿叔婆。哦，哎呦，你关系有点复杂，都是婆胎嘞。你怎么说不真开耶？赢哦！佢做佢做阿婆，还是做阿太？哇，出来就呢！要叫他 support 台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问一下吼，你的孙女哦，好，让你的孙女最好是你都有做开马个料理。我孙女说阿婆是煮菜高手。这样听起来，一个是高手，一个是爱心，真的高手尬从爱心哦，今天就听我让哈，会吗？会。台上讲，会吗？谢谢杨。好啦，看起来真紧就寄付哟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嘅比赛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。本來係雅福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福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要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福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天要来搞嘛该？我会让嘅游戏是海菜天，很难讲，东南讲哦，东南讲哦。对对对，来选一下，李梅静，我先骂啥？秀珍好。哦，剪刀石头布先开始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加油！好，你先开始哦哈。一家之主爱最强，中央要养中央。好，两下换挨咯。大家夫妻煮菜就好，很好讲哦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先开始。一家之主爱最强，强了冇强？好，正式封你为海菜王子。海菜很难听呢。海菜海菜帮啦，哈。来，唔怕唔怕。好，唔怕唔怕。你係煮菜嘅比賽啦。对。好，现进来要倒闭的开始比赛喽。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是新住民吗 ？Yes。哦，你看，因为亚个中文讲都懂好哎。因为讲中文哈，没会谈哈佛哎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而且还听得懂海陆腔，比你更多国语言了。你还对那倒闭的嘎够了耶？广西。广西嫁过来的，那真的是外国。刚刚我们妈妈讲说，因为她口水吃很多，你把你儿子的秘密讲出来了。嫁来几年了10年。哇，她嫁来10年，怎么看起来像10几岁啊？你是2岁就嫁过来是？没有了。好了，有底气。哦，奇怪，先切饭好不好？下了一点点。不过中美你很好聊呢。可是说真的哦，你有把广西料理，广西很多客家人呢。没有，广东那边。广东比较多，这样子吗？可以。我问一下中美哈，广西的料理，然后哈家的料理，就蛮该某种那个手菜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差不多。他完全听得懂哎，真的很厉害哎。懂腔哎，偷偷按好的心 Q 哎，还有冇？因为其他客。哦，哎呀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肚肚好铁翻的哟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先休息一下，加油！好。哇，你下套菜咩蛋腸燒豬肉麵倉，然後計鹹菜田嗬，你看準備很多嘅食材哦。把冰箱裡的東西都拿出來。就是怕對方那麼強啊，我把冰箱的都搬進來。對方是強在語言，所以還好。我先讓我少解一下，該係調盤這樣係嗎？秘密武器，要小聲講是不是？其他走解係嗎？躺喺度，躺喺度。睇下先，躺喺度。先不怕。好，我們等下慢慢聊哈。是。先跟我講一下，等下我會現走嘛，該。麻煩幫我們切這個蒜頭米和薑絲。好。開始。好，開始。 2位大姐跟你们打一个商量好不好？是，因为我们那边哈有新住民，那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带到海外去。是，顾寿皮一定要养。
正点哦。哦，叫羊啊，冇面子啊，劳动啊，台湾体不俾你啊。等他青菜煮煮啊。嘿，拜托呀，你以为你青菜打这个打好这个松柳，这样怎么办？啊，软啊，唔怕，你太厚了啦。唔怕，我想講，因為你們會，唔怕，切到會我們家要大號參詳誒，要參詳好誒。很多有，不錯，很棒，不錯，有進步。好，是啊，切片。好，講蒜條米啊，哦，蒜條米啦，所以切片，切片就好了。其實不用剝，切它就會落掉。真的哦，是，我會白當叫，嘿，你看這皮是抹開的呀，哈，哎，好嘛，是薄。農村都搞筍呢，對，它太大，我還是後胎，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你下唔係雞死嘅問題哦，兩沙強下咗。想做嘛都做得了，因為冇整菜啦。這個是里脊肉嗎？里脊肉。哎呦，哎，你下買個，你下夠痛哦。愛等啊哈，愛煮。因為鹹菜它膩哈，比較膩的要用豬油，因為豬油哈它有比較有，跟黑豬油哦，哎，有蛋白質，去打泡的嘛，嘿，哇，哎，可是你們這麼厲害的食材，但我們剛才有打好商量了，所以記得青菜煮啊。青菜煮啊，我看哈，弟呢，他們的肉有先打馬殺雞一下呢。你那個不要用了嗎？那不要用太哎，可以給我們嗎？我帶咗一推杯啦。不，我給要中美啊，還有什麼不要的嗎？秘密武器還要嗎？哎，秘密武器做唔得。不過你現在學到台灣菜，你最為主嘅係哪一隻套菜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可以辦桌。盤中，哎呦，哇，這個可以了，就東茶飯呢。單槍是刺這個感覺很棒。豬油哦，哎，有蛋白質，哇，去打泡的嘛，嘿，你們這麼厲害的食材，但我們剛才有打好商量了，所以記得青菜煮啊。青菜煮啊，唔過到時歸度中。對，他們的青菜煮哈，那個水準真是凍夠嘞。那你們要知道怎麼打分數哦。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我們過去看一下我那邊吧。好，好。หั่菜還怎個切來，啊？中美還有李妹姐，我們已經商量好了，我們那邊已經講好，他們一定會給你贏的。所以你每走在青菜煮哈。對，可是中美要拜託我們把我們的節目改做一兩個改用給大家看。用英免沖按用切嘅哦。哦，我們是老，因為有老嘅鹹菜切 Q 好甜的，對不對，中美？對。它切一樣型。不過你現在學到台灣菜，你最為主嘅係哪一隻套菜？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可以辦桌。盤中，哎呦，哎，這真的要加分，那個心意很重要，真的，大家要算進去，你們不要這麼只是吃一吃就給分數。我看 Hugh 師傅嘅眼神，心意的部分。Hugh 師傅的眼神說：我冇看到盤中啊。不能只看眼前的事物，你要看到佢背後嘅努力咧。19年前嫁到台灣了，唔輸嘛，你就唔認識，你下做嚟啊參加節目比賽，太厲害了，值得鼓勵。好，我們等下回來哈。好。去到差唔多。用胃油怎個切嘅姜媽片？你看鹹菜係切落去切的。你不是有姜馬西耶嗎？哦，果然是，那個把它丟掉好了。用啊，那個要用的。為什麼要分開來啊？等一下吃那個是嫩薑，口感會不一樣。哦。你們很心機很多。我們不是說好隨便煮嗎？隨便煮一煮。然後我剛剛還發現，我看哈弟呢，他們的肉有先打馬殺雞一下呢。你那個不要用了嗎？那不要用太多，哎，可以給我的嗎？我帶咗一推杯啦。不，我給要中美啊。哦，中米啊。OK， 還有什麼不要的嗎？秘密武器還要嗎？哎，秘密武器做唔得。好，看你都會切東西，好像在雕刻哎。對呀，很有美感。快點！他跟自己講快點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哦。好，現在先爆香。好，用油下去把那個麵腸嘅米絲爆出來。因為免沖它就皮了，它的皮走在邊擦安用。而且這一道是什麼？烤味道，考驗味道跟口感。哎，剪刀擦了哦。有哦。有哦。就是要這種感覺。
妈妈，你切个叫妈咪动好看呢。哇，你的手是机器吧？我们这个煎的真的很酱油在，酱油来，酱油糖，就这2个就可以了。还有马盖，就这2个就可以了。哎，水嘛，啊要。我煎烫一些张了，不用水。什么个看起来冻穷个甜不辣？对，而且切的真的很漂亮。对，而且它那个还知道把面肠剥开来，这样切，这真的很贴心。好，我们等下回来哈。好。哦，用米出来哦。哇，炒咯。哎，上去一点。好。哦呦，猪油，因为猪油哈，我等下要煮猪肉，哎，猪肉。哦，先卤锅哈。哎，这是干嘛的东西？加面。我加了少许的太白粉，还有少许的酱油。我吃个运途啊。嘿，我该蒜苗嘞。蒜苗最漂亮的最后。好香哦！猪肉要给它炒熟，对。他就应该发现到我们的小心机，因为该肉吼卤嘅时间就加便宜款，所以两下看有一啲该嗰個啊。然後我放了水哈，我只要等它收汁以後，就差不多了。你的秘密武器，装盘的时候我就加进去了。哦，所以两下韩总得让你就讲啦。好，等一下当到这了。好，N4C。哇，我这个干煎的好漂亮哦，真的，好想直接吃哎。不过等一下尬熟会变软吗？不会，我们会先捞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有没有想吃哦？它尬通哎，哇，咸咸甜甜。我没看过你老公，不过我猜他应该很胖，有点胖，他被你养肥了啦。客家好媳妇啊！哇，这个可以了，就当叉翻呢。单枪是刺这个感觉很棒。好，该到重音动台上。等一下就继续加油哦，而且我们的很纯粹的原味。这个就有点复杂了。我的秘密武器已经进去了。哎，你看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偷偷放，他明明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家人那个挑丝浆，挑丝浆，所以说呢。是加掉落去哈，因为黄头丝老面肠是最大的。对，刚刚说要转盘才放，结果我们转头就放。要面肠哦，会不会太多？唔会，空起来，等它去，应该不会是很咸啊。因为你也冇冰呀。好，差不多嘞，倒数嘞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大家就来吃吃看铁管地图，咱不卡米西较好食嘞。我不得不为我们这一组来拍手一下，鼓励一下。看，好漂亮哎！哇，那中美恐龙酱哦，这个真的很传统的客家的样子了。我们2位姐姐刚刚就讲哦，一定要走在动传统。这个真的很漂亮。这个真的好好吃。蛋肠食嘅時間吼，烘出來本來是係凍鹹啊，不過凍鹹凍蒜啊，不過強下食，剛剛好。然後講石頭牙嘅好種到客家嘅斯泰尼家的我叫，這是傳統的味道。偷偷後先 Q 啊，真正濃參的。好，換吃藍隊看看。好，來，我哋หั่切皮用嘅tomato來做白盤哦。對，是條薑嘛。薑嘛，哦。你都個感覺哦，雖然係做個鹹菜哦，不過有一啲啲哦客家版的那個薑絲炒大腸的感覺咧。對，蠻好吃的，不一樣味道。不一樣哈。對，今天都好選。好，有一些緊張了哈，因為兩家表現咧方式完全冇共用。兩時間 Q 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？明智的抉擇，謝謝。來三明治款一嘞哈，盧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哇！你為什麼猶豫了一下？我冇做好過啦。來，有師傅搶公平哈。兩邊的米絲，米頭都冇相同，不過一個有嘅挑油嘅醬香味。哦。嘿，客家嘅米絲又出來，一個有挑醬嘅米絲，嘅純米嘅做得，不過一個炒啊糟安尼，個腦失敗，真的樣失敗安尼。三明治咧，那就是都有個調醬嘅咧，香味啊，喺鹹菜啊，蒜都有
佮会配了面葱啊，了了，伊最主要有加了肉啊，有肉气啊，还有了猪油了，就会香味啦。是正常都，亲了香味。其实你片子调油没动香动落去啦，是正常有那种丰富感的问题啦。哦，好啦，因为这个量噶表现方式都冇重要，都很精彩，都到好吃。唔过三下人呢，大家休息一下。来看啊，今日卢师傅带来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？总埔素卤菜，卢师傅带来乜嘅4個料理耶？今日你会做了避风汤หั่菜面葱。避风汤，避风塘的。师傅做过哦。啊，叫做过，你有做叫做过咧啊？唔怕，我今日冇強來風挑戰他的。冇啦冇，因為做面葱嘛，哈，還有หั่菜到了度，還有配色了啲四季豆，還有蒜頭，你用用一片係啲蒜頭破過嘅蒜頭酥，一片係葱頭，哦，酥啦，炒嘅辣椒咁樣。好，我技師。等下，技師啊，好，你看我啲生呢切啲面葱。你这个切这个面肠哈，你要学我们中美的刀工，你没有切它切得好。唔怕，我啲等下用破過，破半佢切切，咁樣，等下佢試落。也很好，也很好。哎，做乜嘅？聽我就嘅中美切切切用。哦，因為做那個太細地啦，穿做的。嗯。面腸係用乜嘅做呀？用麵粉做呀，麵粉發酵去做。那怎麼會短硬用？因為基本要加咧，加到可以打出來筋性，然後去做哦。我還以為是魚漿還是什麼東西。沒，我以為是豆類。所以它是素的，對不對？你係在呀，你係在呀。因為魚漿是變該呀葷食咧。嗯。啊，陸師傅，避風塘嘅灌芡係乜嘅東西？燥啊香，炒有香，切又香樣嘢。即係用啲啲燥料係炒，但咩解你要加隻鹹菜，因為梅。所以要炒這個時候，太搞看清楚。火莫調慢，細火等來變下去。加蒜頭哦。炒蒜頭。蒜頭米，鹹菜，香味。就是冷油。嘿，冷鍋冷油，好讓吧，讓油變下去，好不你停停的炒，因為不燒哈，你要變東西的時候，你是會僵嘛，會嗶嗶嗶嗶，你是會僵，是麼會炒暗球，那你讓你停停的炒，炒不你香味出來。你差不多會泡幾球？差不多嘞，不你色啊，要切就多。哦，這個也要泡哦。哎，不你泡一下。你要開鹽酥雞店哦。對，跟着可以幫我們加點胡椒鹽就好了嘛。哎，要不要加9層塔？可以耶！哎，洋蔥也可以哦。所以你要泡開去，這唔是狗粉哈，其實是狗粉。所以不下嚟就係自家變化，像啲面葱啊、雲頭腐乾啊，還有雲梗係啱啲聽講嘅甜不辣，做得啦。好蘭頭嘛，你做得啦，好蘭頭都做得。哎，你去糖豆上映嗎？哇！滴答滴答的。喲，直接咪到咧啊！直接快到了。可是要跟大家講一下，炒避風塘一般雷公是沒有這樣加的。嘿，這是因為我們變客加的這樣。我加你係鹹菜，因為鹹菜可能有水分，哦，炒半去燥。因為雪雪樣嘢，但是而家你係炒燥落。哎，老師，係，那做啲雪茄拿來拿個鹹菜乾拿來炒嗎？但是鹹菜乾容易鹹係真水啊，強濃嘅意思啊。哦。而且你會加較有口感，會切切啊。好。來咯，重頭戲來咯！哦，主角放進去了。好，梅頭。Tell you。我係見咗。還有胡椒粉。鹽巴。啲啲鹽。好，一啲啲。哦，咱唔是調到，哦，這為就變調酒咧。哇，有點甜甜嘅。鹹甜鹹甜。因為鹹菜咪有鹹嘅。哇！哇！哦。呀，就來咯，避風塘。表下嘢先，基本上你咪超過啦。嗯。應該啲啊，當表。香蔥。香蔥。好，辣椒。跟那個。我們是切的哦。不是，唔是啊，跟切可以為好辣，莫切開來。好，我的是。哎呦，兩百塊。他今天算樸實的，招牌菜，看棒菜，豬肉菜。哇！你看它火係水太火哦。我天啊，這個一聽在餐廳賣會必點，我會點哦。這個醬油先放是怎樣？本佢該係調醬嘅梅頭會生出來，調油先變佢該醬
调酱的味道会走出来，好香啊！其实最重要的火候的问题。火候。係火候，因為你要讓火灌好細，多個時會開始變冷，那東西是會開始出水，然後呢，好，其實你啊整理一下，然後呢是好嘞，好，招牌菜。鳳湯、鹹菜麵湯，阿娘就好食咯。哇，你看一通万一呢？90分鐘。哎呀，妹，10秒，我还要下班。90分鐘嘅手都燒咗啦。要未先入口要先入口的哦。要不用買東西啊？哎，不用動東西。總得讓你講啊，剛才秘密呢，比例是我們的秘密呢。風傳給我錢。好，這個避風塘炒這個酸菜加麵腸。好，因為考題真係個一個問題啦，吼，同解呢啲麵湯地位度啊，係要加呢啲鹽啊、食鹽啊，有乜嘅好處啊？吼 ，A 加快發酵速度 ，B 增加麵筋強度。誰是拳王？來，加油！好，現在猜拳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A 呀係 B， 沒關係 ，A 呀 B， 沒關係。你問一下 support 啊。今日講唔啲啊，所以我要拔杯嗎？不是，用自己的直覺。好，加快發酵速度哦。B 係增加麵筋強度。B 係嗎？哎，麵團會發酵，要增加強度幹嘛？色咯，色咯。我半夜發啊。好，小心啲。好，要到 A， 好，那我們選 B。好，答案係 B。馬上回應一點，當然是 B， 他不是要做麵包。對啊，係啦，唔是發啊。他要發去哪裡？發去哪裡？我發瘋了。我哋而家講埋原因啊，哈，因為食鹽哈能增強麵筋吸收水分的特性，好，增強麵筋的強度，好，讓麵筋的質地變得更密。更加有彈力。來，大家一起來講哈，除了張伯謙以外，冇選到嘅扛棒菜哦。我們主題就是麵筋冇選到啦。對啊，就是筋啊。是喜來咁講樣。麵筋當軟當好食，從頭到三頭啊，加到當香。當香啦哦。周美覺得呢？好好吃。第一次吃，不一樣味道。好，今日吃出嚟真係非常好食。啊，你唔是想要冇食睇，等下會食槍槍。還好吧，好 OK 的，因為殺下來比賽，人家心情好也唔好，已經不是重點了。好，接下來進行最杯麵館比賽咯。愛喜太祖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杯麵館了，睇住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談講我打開來後，大家冇看我節目提咗埋出現到，係馬嘅東西咧，咩芥蘭哦？阿鹹蛋只是用鴨蛋，只能用鴨蛋來做。古時呢，因為鴨嘅卵朋友個太靚，古時呢用鴨嘅鴨卵做出來，不管係鹹卵啊，也是皮蛋，都係上下你講都係非常嘅有名嘅。非常係講你客家人要做老牛，咪不用落去，對不對？對。老一櫃台幫我做食凍叫安呢。根本你吼，應該唔會撈個鴨卵吼，做我第一次失敗的那個金沙吧？哎呀，可以吧？唔係哦。我嚟做乜嘅料理？香蔥五菇炒飯做鴨蛋酥。哦。香蔥係咩啊？那走來走去，一定是從法國有學回來的人會講。都是左岸嘛。一定是他。左岸。啊，你有走。你慢來走。等一下有五菇米飯煮好誒，那我們利用青蔥、強蔥嘅香米下去做
五谷米饭的炒饭，然后我们重点来了，要做鸭蛋酥，或者是做鸭蛋刺。鸭蛋刺呢，它是会做一个像蛋酥一样的做法，之后它定型，但是它下面是一个羹，肉羹。太难了吧？但是今天我不要做肉羹，就是把五谷米的做炒饭，香葱五谷炒饭。哦，跟他咖料理哦。嘿呀，没吃过哎。这是岐山美浓的特色鸭蛋刺。冇听错，时差会做哦。太赶会做嘛，有糖醇嘛，怎么办？所以等下厨师帮我就很重要了。所以糖迄个是炒做炒盘啦，唔讲来炒鸭卵素啦，要炒。对。对，好，来先出题。做嘛个按润凤 A 香米 B 给润虫 A 营养成分某雄土 B 饲养的环境影响。先猜拳，马上来先来。好嘞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support 我去听诶。拍。你试下就試過係嗎？摸起過都是蛋嘛，對不對？應該是雞和鴨，它的養殖是不一樣的。你一定要選 B， 選 B 哈。好嘞。那我們只能選 A 了。答案係嘛嘅呢？答案是 B。哇，你很激動不已呢？怎麼解？因为鸭子都饲养在水池当中，它的排泄物呢容易污染那个水源。这种环境下饲养出来的鸭子，它所生的鸭蛋黄腥味就变得比较重。90分钟。哎呀，妹，90秒，我还要下班。90分钟，走多少走了？拿错了，有冇款進組啦？又拿錯了。又愛看你出來。好，來。好了，準備好了哈，大家為健康，祝每日快樂。我們來討論一下戰略。等一下，我們的只有黃金30秒，一定要用在他幫我們剖蛋酥。對，因為你會炒飯，對不對？炒飯 OK 嘛，媽媽先炒，對不對？然後我最後一棒嘛。就看你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因為第2棒很關鍵哦。第2棒是關鍵，你要商量好。好。那我現在先來醃肉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 ，OK。好，計時開始。醃肉、米酒、醬油。對。還有呢？來。還有什麼？要不要醬油？要。要不要一點糖？胡椒粉。需要糖嗎？好，一點糖，一點點，這樣才可以提味。沒關係，我們是辣妹。這樣。好，失敗。不用太多，再下來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該挑梅料子那種那個。放一點油會比較滑。給我一點油。油好。好 ，OK， 停，謝謝。比魯魯啊。你的那個太白粉是要醃肉嗎？對，醃肉之後太白粉要最後放。最背面會剪家章用係嗎？哎。最後面才放太白粉。沒有，你現在已經醃了，然後太白粉可以抓一抓。全部都嗎？不用太多吧？這樣可以吧？你好厲害哦，中美！那偷偷愛好的心球哈。可以嗎？時間差唔多嘅哦。殺咯。可以，沒問題。我這邊等下要先炒。點切啦，來剪勾芡哦。我切啦。我煎，按會煎哦。挑你個牛眉先入口優先入口的哦。要不用買東西啊？不用動東西。總得亂講啊，這是秘密呢，比例是我們的秘密呢。剛才給我切。嘿。刨皮，什麼魚？1分鐘了。唔會燙機。我煎要刻花嗎？唔會的，睇到會切，知道。切就切。哎呦，切片哈。切油油哈，切桶油的啦，不會啦，只要你切炒飯呢。好，辣嘞啦，辣嘞哦，辣嘞。應該要準備哦。剛才我們飯又不該那嗶嗶。蛋啊，是水還沒呢，做蛋酥，還蛋酥最後。好，停一蓋。文馬莎，停一蓋啊！我好緊張哦。不用切得太漂亮啦。好，謝謝。記得動款該寫的，尤其係該陸師傅呢。好，開火。開火。好。先
不给表用黑吗？嘿，我觉得把甜甜炒，等一下可以烧咯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走走走。好，去看我的中美，你看一下中美的刀工，哇，人美，刀工又好，而且它切得很仔细，切得好细，好漂亮哦。对啊。而且看他在做菜，舍不得不给他分数。对。那给按拐 SM 哎，对不对？婆婆刚刚妈妈刚刚第一关也是这样子啊，切那个姜，哎呦，真的。而且我们的凝液切都按斗，等下配色一定很漂亮。对，懂挠像是甜把抛 Q 用。对，而且因为我们里面有10谷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觉得我们先过去那，因为等下回来我们差不多就要炒了。好，先让他准备一下。好。哦，那就差不多炒好嘞。该风吹条就烧烤。我觉得那个丝啊哈，切的肉啊摸断，没有断是不是？马上切开。摸断。没该切开。他该等于煎豆啊，所以那煎豆会煎的啊。煎豆杀条布。昨天跳节吗？婷婷，张婷婷，婷。葱拍才不会变奇怪，那么多人看我，放一点点盐巴，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不要看，我们聊天。好，我们聊天。马该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滴滴的盐。用講嘅時候咧，嗱，用講嘅係令人啊。招我。好啦，大嘴菇。我問一下 support 啦，我問 support 啦。support， 你老你覺得哈，這個關係安然哦。那你們怎麼感情安好啊？有乜嘅好事叫佢拿來唔愛食？安好咯，譬如講就乜嘅？有佢做嘅包嘅好事咯，因為拿兩隻愛吃食啦，好事。結果好什麼？還蠻sûr的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都等啊。謝謝。這個哈，先講一下，這不是我們切的。今天應該就切開哦。所以你要不要先離火？不能逼我們這個刀工哦。但浪費時間了。其實有一點點那種焦，我覺得不一定是壞事，一點點。你這是什麼嘞？倒數嘞哦，哎，等一下哦，這一關就要結束了哦。沒有。4，應該要加分哦。2，1吼，總不是會平分哦。問婆婆，摸下你啦。剪後嘛？還沒。那給婆婆再剪。對。我們今天哈把很多亮點放在中妹身上，可是其實哈，我們媽媽哈李妹姐是穿豹紋來，她希望不粘款的。真的，這個哈可是還要再確定一下，是不是都有散開來？沒有。我剛才我們忘記。好，我覺得等一下多做哪些時間就可以處理蛋酥的部分。我們等下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就來用廚師幫我，好不好？30秒會用到哈。好，等下回來後。該火會睇掉嗎？cái牛蝦係蝦嚟炒嗎？愛炒好咧。好，炒過咧。係，上落啊。係啊，啱前仔講嘅咧。我咪在啲強下做啊。你喺落一做嘛？等下會變到 U D 度啊！你這個應該是這可以了哈。然後放。應該係火。爆炸嗎？係咪嘅東西？哎，你哋還有90秒，等一下。請師傅幫忙。哎呀，假使你冇講，你師傅睇你啊。我下一步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下一步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哦，可以。啊，邱師傅。走開亂。你不要問他。問圖啦，問圖走開哈。走的。哎，準備好了。support 唔係緊張哦，唔係緊張。燒啊，凍燒。小心哦！哎，用什麼剛才用炒的嗎？小心哦。坐低，該要問圖就難哦。哦，凍燒，凍定一樣啊，凍燒。會發生什麼事會爆嗎？會爆啊！因為誰要？真的還遠一點。應該不用滴滴的啦。係跳盤，好，甜來。厲害哦，又加副跳盤。剛剛我跟你講哦 ，support 浪來講哦，我們在滷牛改時間哈，我們一般就是已經調好那個副教服了。support 講，啦，副教就咚，哎呦，你咯，你時間啦，好，來咯，太高了吧？唔係，它的溫度夠嗎？哦，有，夠啦，哎，哇 ，support 有做，哇，你是大衛魔術師吧？哇，太厲害了！
好香哦！在头边阿伦，真人家乱香动香诶。快樂到咧，快樂。快。哎，你對還有90秒，等下。我用嗎？好。我講一下。來，請師傅幫忙。開始。哎呀，假使我冇講是鳳體了。真的忘記了，我下一步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不知該怎麼辦？那我告訴你，現在你們是要定型的。哦，蓋上去哦。會嗎？還是要定我們機？它就變那個鳥窩。油溫現在拉高是不是？對，因為不可以出油啊。哎，降溫了。那我們需要放那個衛生紙嗎？可以，吸油紙。好，吸油。我鋪頭差唔多油啊。沒有上色。換色哈。嘿。啊，幾毛散開落呢？係啊，嗰啲好喲。所以變到熱地咁樣。哇，凍漿。哇8、 7、於師傅唔可以有低調感哈。來，繼續做。這樣他看不到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時間到嘍。好，你下小尖姐，小坡，睇你嘅時間。加油哦！繼續做。Hello。自己冇談到啊。好，那我們等一下回來哈。好，加油談嘍。好，加油。要不要再加一點醬油？因為它要有那個醬香，要那吸到那個醬味，滋這樣。哦呦，動力紅呢？好，那來，中美我們來討論一下。電話一下有雅給，你要用廚師幫忙我了嗎？要。來，要不要用廚師幫忙我了？好，走的，還有那年。他不是要自己？好，媽媽，你會用雅給嗎？你會嗎？我不會用。好，那廚師30秒 OK 啊。請廚師幫我。好，等一下，這樣先讓我們拿好，拜託。先油溫看夠了嗎？你剛擋住於師傅。來，你準備好了？我準備好了。等一下。你講走的是走的。先預備好動作，手先舉起來。手先舉起來。這個舉起來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很像玩疊杯哈，手要先舉起來。哦，原來要轉圈圈哦。等下很考驗媽媽，因為媽媽不會做這個。可以。啊，邱師傅，走開亂。你不要問他。問圖啦，問圖走開哈。走的。好。哎，準備好動了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排泄。等一下。往裡面結。要翻過去。嘿，因為會太上色。還要翻。我有兩個，雙手。拿那不對，拿那個對，拿這個兩個一起這樣子中間。你看中妹多厲害，中妹很厲害。對，小心哦。聽啊，唔怕。聽的哦。慢慢過來，對，翻過來。好，做1、2、3。好。哇，走的，哇，裡面這個小龍洞死人哦。厲害。那個溫度要上去，再加一次。還要加嗎？哎，太高了。等一下，等它金黃色比較漂亮。對，要逼給它出油。好，先來了，唔好全部拉到。 OK， 快點，加油。破掉。我閃開了喲哈。兩滴調下，在這裡就好了。哇，厲害哦！好，接下來就交給你們擺形狀嘍。對，湯匙，把那個飯裝到這邊，裝在碗裡面嘛。對，然後壓緊。哎，發現到李妹姐用問題是全副滿中妹誒。全部也用誒。而且要給 Kim 鼻，壓緊。還有張周的有塑形哦，加油哦！等下青花記得撒上去哦。對，10、9、沒有8、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。大家就吃色口哪裡管底度，哪一家長係你的太總部嘞？哇，亞亮廚嘅表現實在是太厲害了。對呀，哎呦，一開始吼，俺講唔會做，然後哎呦做硬對呀，你那個是黃金落玉盤的感覺。對。我這個是鳥巢。好，先對來到邊開始了。來，一定要咬到飯飯哦。好香哦！有糖都要烤的上。有。粒粒分明。都是好。好，台灣式南豬嘅乾辣咯。來。係咁講哦，因為係呢個緊要嗬，要先滷過，所以梅
肉啦，对，胡椒味，它就看栾酥美就看胡椒粉，所以全就米头，冇全有米头，但是都当好吃哈。对对对，好吃。觀眾朋友應該要學到新嘅菜色咧，好！差啲下來呢，來本評審欣賞來受理嘅。提前先請邱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！那就好呢。耶！盧師傅，拜託公平一下，來搶本分數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是打平手呢。好，來先聽講評，邱師傅。兩曬炒飯，用炒了幾好，香味又出來。那現在就是評分在哪裡？其實鴨蛋酥，這是有點鴨蛋刺，有那個造型，所以是呈現的方式。那啲會跳打3塊落呢。安尼嘛做得，不過安尼做的時候吼，那個鴨蛋酥其實要把它變成把它搓開來，一個一個。這兩個懸殊不大，那是贏在它整個造型，跟孬啦。哎，媽媽的功勞呢，最後那個，真的對，中美功勞。盧師傅，看你的栾酥的鋪的插度了後，就我就該時間可能好久一點點嘅栾酥好切啦，好切哦。了後是可能差一點點，後尾應該溫度好就耐過一點點啦，石木頭正差到一點點，只有正差到切度咁樣啦，還有หั่土的部分了後，其他嘅就好หั่綜合落，還有胡椒粉的香味是正差到了後。講真嘅都當好食，唔點樣解釋，對不對？都比上嘅好食。正差緊緊凍死啦，真的很小。好，故說今年嘅比賽下來，兩處都係得到2分，風吹得到1800元嘅彩金，恭喜！啱隨吼，今年咪做得到1500塊嘅加彩金。太棒了！先來睇下另外一次，阿伯按歡喜真老成球，又偷偷按好嘅成球，來參加節目又做咗羊肉錢，來睇下分享一下你心情嘛。哎呀，今日最歡喜，比我自家做生意還更歡喜。周美咧，學到這一道美食，讚讚，恭喜恭喜！記得會推廣我哋客家嘅文化哦。帶回去給廣西的人看。好，好。好，今日我哋正經東歡喜哈，歡迎到硬橋上嘅熟鋪去到現場，然後大家講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係乜嘢？今年我們經歷了，不管輸贏，都非常的高興。還有我們的廚師教我們做前面2道菜，真的很高興。以後我會多煮給家人吃，謝謝。你嘅參賽站呢，經營大家看見的表情就提供，他們是真的打從心底的，非常的歡喜。做料理啊，件事情呢，本身就要歡歡喜喜來做，做出來料理將會上顏色咯。係啊，所以個假設哦，幸福下就買個動力，還有煮菜嘅人哦，有想要推廣哦自己嘅文化哦，推廣客家嘅文化，選擇你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不要太自家夾來報名，等等你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